阿芬呢？嗯。喂。哈？哦。好，我了解啊。嗯。笑开安尼，什么代志啊？富贵，你敢愿意替我搭红船？搭红船？嗯。若是这红船对我来讲遐尔啊重要，我愿意啊。那你就好，来去。等，安尼我遐要安怎啊？啊，你唔是甲伊学师啊，伊要甲你指导，啊，恁两个要做伙搭红船？无唔对啊，规只红船哦，阮师徒联手要搭。不过你即马是我的师亲呢，啊，我请你做我的私人顾问，嘛无问题啊。私人顾问，安尼咁好？你唔愿意啊？我是愿意啦，啊，不过你哪会想做这个决定？哦，是不是头拄阮阿嫂迄个对话？秘密。吼吼，恁阁有秘密？甲我讲啦！啥物秘密啊？你甲我讲啦！你无甲我讲，你唔甲我讲，我就无要做你的顾问咯。哇，你会晓我啊？啊，兰小姐，你是都遮水，都会让你做明星啊？你敢确定要做纸？你才遮尔水，啊，而且爸遮尔紧就决定要想要做师啊，这一定有问题嘛？好啦，莫讲就莫讲，啊，透露一寡落啊。哇，这怎落啊？是的啦，我袂当介意你。珊珊，你看，我找到你细汉时阵相片，足够水的呢。啊，唔知影是毋是误会啊？最近哦，常常怀念过去的代志。啊，我发现哦，你细汉时阵甲富贵翕足侪相片的呢。你迄当阵佫讲大汉了后要嫁予富贵姐。你敢袂记哩？敢有？当时细汉时阵我白讲的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你毋是有白讲的。珊珊，你是毋是自细汉就介意你富贵姐，一直到今嘛是共款？阿哥，你是在讲啥啦？这无影的代志，你真正想济啊啦！珊珊，珊珊，你哪会当偷看我日记？阿哥甲你回信嘞，我无应该看你的日记。也不过我一直甲你当作是我家己的查某囝同款，我干那希望你会当快乐。咱两个人之间无啥物话袂当讲的啊。就算你介意大你一辈富贵，我嘛感觉无要紧。恁两个人无血缘关系，伊只是比你较侪岁，迄嘛毋是问题。你敢愿意甲我讲？哥。